会使，但是咱小可沉一个，哦，开始录影哦，已经好，安尼咱会当即马起歌，哦，大家平安，即马2005年的8月23吼即场的论坛是咱司院安排的一个台语讲万项面的系列头一场，咱邀请罗玲英小姐来甲咱讲讲好话的利益甲法度吼。伫咧咱开始讲即个主题顶面，咱来先小解一下司院。阮今南司院是旧年罗玲英，你敢有换后一场？后一张好，对，后一张好，我对遐换后一张。旧年成立的一个无出摊的组织，伫咧加州有立案，是501C3的身份，就是会当收寄付安尼。下面是司院的 link tree，大家有趣味看到阮司院伫咧网络顶所有的网链，就当对遐过，过来。司院在做的事工真侪种，其中一个是上课，上课目前是遮台湾会馆的台语学校，台湾学校的台语课，就是司院在主办安尼，另外阮有办读册会，即两项台语课9月初要起过，会当来报名，来学位。读册会是不管是拢会当来参加安尼，过来，伫咧台湾学校内底，其中一个较要紧的课，应该就是对咱来讲有利益的，就是8字的课，台语若听有，鼓励大家一定爱会晓8字，会晓读会晓写，安尼台语才会进步，嘛是9月初要起过，欢迎大家来，后一个就是明仔下晡，阮要伫咧台湾会馆办阮即个月青仔卡，青仔卡就是阮逐个月有一礼拜来办台语的聚会，明仔主题是来煮点心，要煮日头粉角安尼，欢迎大家同齐来后一个是阮去年旧年有出版一本台语的课本，这是若迄个 QR code 甲比一个，就会当看到迄个网链就会当去买，然后有欠用，过来，来，过来就时间交互玲英。换我吼，好今日是196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的主题就是讲好话，打造好关系。我是罗玲英，我即马伫美国加州做学校的咨询师，但是我进前是伫日本教育基金会食头路，伫台湾的时阵，因出版这个好话牌，就是要帮衬大家会当甲厝内的关系用较好诶，用讲好话的方式，互大家沟通较顺利安尼。我就是伫江南书院台语的白话字，阁有参加因的台湾读册会。但是我的台语也是足袂定定，请大家较体谅的安尼。好，我要开始讲今日的内容。因为今日的演讲是对日本教育基金会这个好话牌发展出来的，所以一开始我会简单小解一下，讲迄好话牌是创啥。第二个就是跟大家解说一下讲好话的意思，因为可能甲平常咱想的无啥共款。我会讲几个例，互大家了解安尼。第三个就是我会小解讲好话的利益，就是安怎要讲好话咧。然后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是安怎咱会当讲好话，有啥物法度会使帮助咱去讲好话。最后我会提供一个练习，佫有小可问题是日本教育基金会咧办这个演讲，台湾办这个演讲的时阵，有人会问的问题，我就甲迄问题写出来，大家会当讨论安尼。好，这就是今日的内容。好，
大家会当看到这就是林本教育基金会出版的好画牌，伊是真正是一副牌配四牌，卡一网，伊真正有52张牌，你真正会使用伊去佚佗去算，但是大家会当看到伊的顶悬甲伊的下骹拢有写字，啊一边无一定是顶悬是下骹，有一边写的字是一寡咱可能父母咧教示囡仔的时阵会讲的话，但是迄讲出来，家己父母可能感觉讲无啥舒服，也是讲你讲煞了后，你感觉讲这毋是我想要造成的效果，就是可能毋是足好的话啦吼。另外一边就是一寡林本教育基金会设计提供讲你可能会当用无共款的话去换你拄则讲的话，但是也是有传达你的意思，也是讲你若是换即种话，可能恁的关系会较好诶。所以伊是一边是平常时可能会讲出来较无感觉较无好的话，啊，另外一边就是可能较好的话，啊，但是另外一边嘛有一种是一个想法，无一定是一句话，是一种想法。互你的信念会当无啥共款，啊，你就可能会因为无共款的信念，而讲出无共款的话，安尼，这就是伊的设计。这个设计因为是一副牌，伊就是互父母买转去会当偷偷练习的一个物件。你若是有的时阵，含囡仔讲一句话，感觉无啥欢喜，即句话咱讲出来，家己嘛无啥舒服。伊就去现即副牌找看觅，敢有会当换的话，也是讲有啥物想法会使互我迄个时阵较冷静一下，吼。所以这是一种会当无代志的时阵摕出来看的，也是讲拄着代志的时阵摕出来找话一种帮衬的物件吼。所以这就是林本的好画牌。啊，但是因就是发现讲有足侪人买这牌转去，啊，但是无啥知影会当用。所以因就开始办演讲，啊，我嘛有讲过一场演讲伫加州遮湾区遮，啊，这是第一届我用台语大概小解即个物件。好，啊，来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好话的意思是啥物？大家有啥物问题吗？我就继续讲落吼。好。讲好话的意思吼，毋是你有讲好听的话，互别人欢喜，这毋是遮尔啊单纯的讲好话的意思。遮我要讲的好话是较复杂的，有三个我感觉最重要的概念爱讲，就是讲话爱甲意思、甲心情拢传达清楚，这是一种好话。啊，毋通拍歹关系，这嘛是一种好话。啊，阁会使照顾家己，这嘛是好话意思。遮我有三个例，会当讲互大家听。第一例吼，歹势，我的电脑怪怪，我甲伊拍开。好，第一例就是，这个例是讲，有时阵咱厝内人，也是囡仔，可能出门啊，伤晚转来。咱可能心内会足烦恼诶，啊，毋知影因发生啥物代志，啊嘛小可受气，讲较个囡仔无甲咱联络，啊，咱就可能会讲即句话，讲哦，也知影转来哦。若是囡仔转来诶时阵，甲伊讲啊，也知影转来。但是讲即句话诶时阵，咱其实无真正甲咱心内诶烦恼。含囡仔讲，嘛无甲囡仔讲啊，伊转来其实咱是足欢喜诶，因为咱就毋免烦恼嘛，伊是足安全诶。所以若是咱会当换成讲啊，你转来就好，安尼囡仔也是厝内人就知影讲啊，原来伊对你是足重要诶，啊，伊转来你是足欢喜诶，吼，这就是无共款诶话。第一种可能你讲出来，你家己嘛感觉受气，啊，听的人嘛无啥欢喜。但是第二种就是你讲你家己真正的心情，啊，人就知影讲你是你是足关心伊的。
这是第一种好话，你真正讲你的心情。好，第二种好话是想要甲关系变较好诶，像讲若是有囡仔咧哭诶时阵，有时阵爸母啊是大人拢会嘛是足烦恼诶，但是阮烦恼诶代志可能是讲较囡仔遮无勇敢，较会拄着代志小可代志就哭，啊有时阵可能就有人会讲不哭安尼见笑。啊，但是我想，大家本意是希望囡仔会当家己勇敢起来，家己希望伊以后莫拄着遮济困难就去哭，袂当解决问题。但是这是一种信念，但是咱想看嘛，囡仔听着这伊的感觉是安那？伊可能感觉讲啊，原来我拢袂使哭，我足见笑诶，原来我遮尔伤心诶时阵，无人来甲我笑笑。但是，若是换另外一句话，咱讲，你即马足伤心吼，伤心是笑笑。讲即句话时阵，听诶人其实会感觉讲，哦，我诶伤心有人了解。啊，这时阵，其实父母甲囡仔诶关系会变较好，较亲近。啊，可能以后恁就较有机会去讨论讲，为虾米囡仔拄着代志会伤心。啊，这是真正代表讲伊无勇敢吗？抑是讲真正会见笑吗？但是这个时阵，囡仔在哭的时阵，其实所有的人在哭、在伤心的时阵，因上需要的，就是有别人会当了解讲，迄个时阵伊真正在伤心。吼，啊，这个时阵是其实是互恁的关系变较好的上好的办法，就是伫遐甲伊笑笑。这嘛是一种好话。啊，上后一种好话，我要了解的，就是会当照顾家己的好话。伊是咱的文化，也是咱大汉的过程中，咱甲家己讲的话，足侪拢是咧含家己讲，我遮做无好，我遮做无好，啊，家己咧批评家己。吼，啊，有时阵嘛是感觉讲，我家己做啊足好诶，若是，但是拢无人甲我学咯，我嘛足受气诶。啊，我就想要甲我诶气发出来。吼，像即句伊就讲，我做马拢无人甲我出菜。但是咱若是甲即句话换成讲，我真正足好诶，我是一个真要紧诶人，你著先甲你家己诶心情对我想要骂别人，改成讲我先学咯我家己。这个时阵，你诶心情会发生一种足微妙诶改变，就是开始感觉讲家己真正是足重要诶。对迄种我是一个受害诶人诶迄种心情，变成一种我是一个主动诶会当照顾家己诶人诶即种心情。所以这嘛是一种好话，就是照顾家己诶好话。好，这就是讲好话意思。我甲三个无共款意思写出来，安尼。好，后一张，咱来讲，安怎要讲好话，就是讲好话的力量。其实顶一张咱已经有讲啊，三款无共款的好话，你会使较好传达你的心情，你会使照顾家己，你会当但是咱搁继续讲吼，讲好话，搁有其他的力量。第一个就是会当定咱的情绪。一个我感觉足好耍的例会当讲，就是有时阵，囡仔要出门的时阵，爸母要找囡仔，要载囡仔出门的时阵，可能去学校啊，若是囡仔伫遐乱说，就慢的，感觉你要迟到啊，啊有的爸母就会就大声讲，你啊较紧诶，我即摆算到10，算到3，你就爱较紧准备好，爱就开始画1、2、3。但是讲即句话的时阵，我感觉足侪爸母家己嘛是足急的，愈讲愈急，愈生气。啊，囡仔听着，我感觉若是有听过即句话的人，应该拢知影讲听着即句话，会感觉就是啊，我一直咧互人赶。
因为我一直爱注意迄个1、2、3这个字，我反而无办法就专心咧准备，有时阵会感觉是安尼啦吼。所以若是会当换一句话，像讲你好诶牌内面，伊就讲你可能会当试看觅讲，爸爸妈妈拢已经准备好啊，阮伫遮等你。这嘛是一种听起来较舒服诶话，但是你含囡仔讲我已经准备好啊，但是甲伊讲啊，咱应该爱出门啊，但是你搁甲伊讲我咧等你，囡仔就感觉讲哦，对，因咧等我啊，我就较紧准备，所以听起来，大家心情就无啥共款，你就感觉较稳定，你就感觉讲无一直互人咧遐赶，这是第一个利益。第二个利益就是会当调整心念。咱拄则有讲迄个小小诶代志，囡仔咧哭诶时阵，可能有一种心念，就是看着囡仔哭，你就感觉讲啊，较会遮尔啊软弱，较会无办法遮尔啊勇敢，啊拄着代志就哭，这是一种心念。啊，你就若是有一种心念，你就感觉讲爱含囡仔讲安尼就见效诶，爱互伊知影讲莫安尼处理代志。但是有另外一种心念是讲，人拢有情绪无稳定的时阵，以及人的情绪其实是最重要的一种保护的代志。啊，好好啊，互人受气、伤心、好，其实人了后，哭了后会较有力量，伊较有可能做出改变。但是上重要是伊的情绪是有人接受的。若是有即种信念的时阵，你讲出来的话，就会无共款。也是讲你讲无共款的话，你就发现讲我其实是咧传达无共款的信念，互我家己，以及互我的囡仔。吼，这嘛是一个讲好话最重要的利益。啊，这是伫好话牌内面，就是有提供的，伊有足侪无共款的信念，互你去想看觅讲，敢是拄着囡仔哭的时，我可能有无共款的想法，会当帮衬我讲无共款的话。吼，最后一个我感觉最重要的一个利益，就是讲，咱若是选择要讲好话，就代表咱是咱家己讲话的主人。因为其实，人讲的话，尤其是咱咧做父母的时阵讲的话，有足侪话拢是咱细汉的时阵听咱父母讲的，也是你环境内面听老师讲的，听别人讲的。因为拢无人教过咱做父母，我知影遮应该足侪人会去上课啊，会去学讲爱安怎做较好的父母。但是咱讲的足侪话，拢是拢毋是咱真正想过的。拢是可能以前的人安怎讲，咱就安尼讲。啊，这就是为虾米讲有时阵咱讲遮个话会感觉怪怪，而且感觉讲我即摆安尼讲是真正有效吗？也是讲有时阵咱讲啊，咱的囡仔的反应毋是咱想袂反应啊，这是要安怎办呢？但是咱若是有意识的，甲咱家己讲，其实咱的讲话方法是会当改的。咱讲话会当而且即种改是足好诶，佫较清楚诶咧传达咱诶心情，甲咱诶意思，而且会当帮助大家诶情绪，而且会当帮助以后解决问题诶时阵，咱就会当真正去选择咱讲诶话，安尼真正帮助大家诶厝内人诶关系，也是父母甲囝儿诶关系。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利益。好，安尼咱来真正来甲大家讲爱安怎讲好话。第一个我感觉上重要的原则就是爱想看觅家己讲的话，就是若是无欢喜是安怎咧，爱安怎改。这是上重要的第一件代志，就是你真正爱感觉一个讲我讲即句话的时阵，我迄个时阵的心情是啥物？我讲了后是足生气的，也是我的囡仔嘛是听着足生气的，但是我的厝内人嘛是听着足生气的，也是讲即句话真正足有效的，也是讲即句话足有效的，但是囡仔都无要甲我讲话啊。
这可能嘛是家己无爱的一种结果效果。像拄则咱讲的两个例，一个是了知影转来，一个是国考安尼见效。我感觉足侪人家己讲即两句话的时阵，其实家己是无欢喜的。讲了即两句话，其实别人的反应可能嘛互家己无欢喜，所以迄个时阵就是大家关系就是讲拍歹啊。这都毋是一个可能会当找着别个话来换的一个时阵。咱若是咱有办法去想看卖遮个话为虾米家己无欢喜，这就是一个上重要的第一步，会当帮衬咱继续来学安怎讲好话。第二个就是一个讲好话上重要的方法，就是真正讲出事实，甲家己真正咧烦恼的代志。像拄则迄个囡仔迄乱说的咧，咱若是只有甲伊讲，如果换着衫，恁就爱出门。其实咱都无甲伊讲事实是啥，因为事实可能是即马只有10分钟啊，咱一定爱出门啊，无等者塞车，你会迟到，迟到你可能会互老师骂，大家拢无爱即种情况，所以这就是事实。但是咱若是毋是讲，咱若是用换着衫即种方法，你就无讲即个事实，互囡仔知影。你家己的烦恼就是，我可能家己去上班嘛会迟到，你去学校嘛是，老师可能会甲你骂，即拢是我的烦恼。就真正甲囡仔讲，即马阁有10分钟，我烦恼咱拢会迟到，咱来较紧来准备安尼。你讲就好啊，安尼讲就是好话啊。换着衫比起来，第一种就是互气氛拢足紧张的，而且你无讲事实甲家己的烦恼。第二种就是你讲事实甲家己的烦恼，囡仔就袂张起来，我嘛袂张起来。伊可能也是乱说，但是因为你无甲关系拍歹，你以后可能较有机会甲伊讨论讲，好，透早的时阵，感觉你拢足赶的，咱敢要找一个办法，互你会当好好甲每一件代志拢好好做，嘛毋免烦恼讲会迟到安尼。若是你的关系有较好，你就较有机会来讨论爱安怎解决问题。所以会当讲出事实，甲家己真正的烦恼，嘛是一个讲好话足好的方法。第三个，这是一个我感觉是足困难的代志，但是嘛会当试看卖，就是了落对方的心情讲互伊听。我嘛会使讲一个例，这个例是你们有机会咧演讲的时阵，有一个去参加的妈妈，伊讲的一个家己的例，伊讲伊嘛是买好话牌转去厝，伊就想要试看卖。内面就有一个一句想法，是讲你会使约人的想法讲互伊听。迄一届是伊看囡仔咧处理爸爸出去食饭，所以伊看囡仔两个人，因就足欢喜的，因要食外口，因就咧遐讨论讲，等者暗时要食啥，就讨论好讲要食一个物件，我已经袂记是啥，但是咱就讲蚵仔面线好，因就要去食蚵仔面线，就妈妈就出门去买啊。但是妈妈出门的时阵，发现蚵仔面线迄店无开，无开就无开嘛，对无？伊就要打面转来啊。去厝里，伊就发现讲囡仔无啥欢喜，迄个面就安尼臭落来安尼。我知影这时阵可能有诶是大人咧想讲拜托诶，有饭食就足好啊，而且佫是妈妈去买，你着用即种面互伊看，迄是足无好诶安尼。但是迄妈妈就想讲，迄个囡仔，迄个时阵迄个臭面应该毋是针对讲想要互妈妈无欢喜，也是讲无感谢妈妈，拢毋是安尼，应该只是讲迄个囡仔就是足想要食蚵仔面线诶，但是伊无食着，所以
即马心情小可无好安尼。所以妈妈伊就讲好，我试看觅去约伊心情，伊就含个囡仔讲啊，你应该是足想要食蚵仔面线的，但是你无看到蚵仔面线转来，你即马有小可无欢喜吼，伊就安尼讲尔。迄囡仔就感觉互伊了解，互妈妈了解，伊讲对啦，我真正足想要食蚵仔面线的。啊，你即马就要打面转来啊，所以我就感觉心情无啥好。伊就甲妈妈讲，啊嘛是足多谢你去买暗顿，但是我是想讲吼，若是后一届啊，若是蚵仔面线无开，你会使敲电话互我啊，咱会使搁讨论啥物有开，我嘛会使选择我想要食的物件。好，就是囡仔家己嘛想一个新的方法，和妈妈讨论讲会当安怎解决以后可能会拄着的共款的代志。迄妈妈就感觉伊就足欢喜的，因为伊无甲囡仔骂落讲，我拢已经买饭转来啊，你改搁即种面安尼，伊无安尼讲，伊就去约个囡仔的心情。所以这是一种会当互关系变较足好的一种方法。若是两个人拢感觉对方是接受家己的心情，甲接受家己的想法的，你就这是一个足好耍的代志，就是讲，伫阮咨商内面嘛是，若是你感觉有人真正会听你讲话，真正有想要知影你即摆的心情是啥物的时阵，你就会较信用迄个人，你嘛会较愿意讲，若是迄个人想要甲我讨论代志，我会较欢喜安尼。吼，但是我知影这毋是一件就简单的代志，需要练习才会当去约对方可能的心情安尼。好，啊第四个，我感觉讲好话应该对鼓励家己、家己、甲照顾家己开始。足侪时阵咱就是像我头前讲的，就是你咱对细汉到大汉，咱文化也是咱教育拢甲家己讲，你应该爱做一个较好的人，但是做较好的人的方法是一直甲家己讲你做甲无好，啊，其实这是一个无啥健康的方式，咱就会当学讲安怎学落家己，安怎含家己讲我已经做甲足好啊，啊先对家己开始，啊安尼。以后就足简单，你就会当学落别人，甲鼓励别人，安尼对厝内的关系就会变较足好诶吼。像咱若是已经开始用好话牌啊，家己伫遐找好话啊，去甲别人讲啊，去试看觅啊，这嘛是一件足好诶代志，啊，就赶紧甲家己学落讲哦，我才是一个足好诶人，我即马想要甲厝内的关系变较好诶，我即马咧打拼做即件代志，我实在是足要紧诶，我实在是足好诶，吼，啊，就是我感觉这嘛是足重要诶一件代志。好，所以想要讲好话，就是要当足侪物件啊，当信念，就是可能囡仔咧哭诶时阵，咱先甲伊笑笑，这是一个新诶信念。当日常就是买蚵仔面线诶时阵，迄囡仔无食着蚵仔面线，咱就想讲伊诶心情是啥物，毋免讲拢是想讲啊妈妈买甲足辛苦，你应该甲我感谢。无共款诶日常拢对，毋是讲一边就对，一边就毋对，但是迄拢互大家知影，吼。啊，换口气、换表情、佮换话，这拢是会当转诶物件。这是一个结论，互大家知影。你若是想要好话时阵，你就想讲啊，我即摆要转啥？我可能是讲共款诶话，但是我口气较好诶，嘛是会使啊，嘛是一种足好诶代志，因为已经咧做无共款诶代志啊，吼。好，啊，然后我则有一个练习诶方法，互大家参考。这是你恁本咧演讲诶时阵，因互去参加诶父母做诶一个练习。右边遐就是一个对话有
P 就是爸爸妈妈 ，K 就是囡仔啊。正边遮就是第一条是讲，若是爸爸妈妈讲第一句话时阵，伊是咧想啥？但是咱继续搁要摇讲，若是我讲即句话，囡仔的感觉是安怎？啊，可能对囡仔的感觉出来，咱就知影讲囡仔可能会应啥。啊，应啥了后，啊，爸母阁会想着啥？而且爸母的感觉是啥？啊，可能有即种感觉，以后爸母阁会应一句话，啊，囡仔阁会应一句话，爸母阁会应别个话。咱就会使来看即个例吼。啊，上后哦，因为讲到上后面迄个上正边迄个红色的，就是会当换的话，就是感觉讲，若是你感觉种即段话，爸母甲囡仔安尼讨论代志，并无解决啥物问题的时阵，咱可能会试看觅讲，做爸母的会当用啥物无共款的话来换。厝内人的讨论嘛是安尼，有时阵可能我看我翁讲话咧冤家，啊，讲的即句话无效，我就去想讲，啊，我会甲试看觅讲无共款的话，可能有可能会达成无共款的效果安尼好。即个例一开始就是可能囡仔已经去补习转来啊，已经足暗嘛，但是还未写宿题。啊，伊转来的时阵，爸母就甲伊讲，啊几点啊，佫无去写宿题。啊，迄个囡仔，爸母其实是可能是好意，因为已经足晚，伊无想要囡仔较晚困。啊，伊嘛希望讲囡仔会当甲应该做的代志拢好好做，安尼去学校嘛袂惹麻烦安尼。是足好的想法，但是咱讲法有可能就是变成安尼讲几点啊，佫要去写功课。囡仔的想法就可能变成讲哦，不来啊，足烦的，每一届拢安尼，而且我拄则补习转来，我已经足忝嘛，所以囡仔会感觉委屈，也是感觉生气。但是这时阵这囡仔应，其实伊嘛无足生气的应，伊就讲啊，我即摆真忝啊，我等者才去。伊嘛是想要去写宿题哦，但是伊是讲我等者才去。但是可能有的爸母听着即句话就野起来个，因为有一个因去演讲的时阵，有一个爸爸就讲，每一届阮囡仔安尼讲，我就想讲，啊，你拢有开来拍电动，较无开来写宿题。每一届拢安尼讲，你足忝，我就无想要信到我的囡仔安尼。所以可能有的爸母就会讲。啊！你每一届拢安尼讲啊，结果你拢无做，吼啊！但是因为伊真正是安尼想的啦，伊会感觉讲啊，每一届拢安尼，我足无欢喜，真正会安尼想。但是这问题就是，你看囡仔讲，囡仔的感觉可能是啥？迄时阵爸母就讲啊，对啦，我若是安尼讲的时阵，我感觉囡仔其实会感觉足受气的，因为。伊感觉讲我拢无甲伊相信，我无甲伊信到，我无要照顾伊的心情安尼，所以囡仔会足受气的。啊，受气的囡仔可能就会因讲，我哪有是你足啰嗦，一直咧遐碎碎念安尼。可能有的爸母就会嘛是气就野起来，伊就讲啊，佫要无去写宿题，你袂使拍电动，吼。所以即段话讲落来就是可能囡仔等者就去写宿题啊，所以迄个目的可能是有达到，迄目的是有成功的，但是感觉讲爸母甲囡仔的关系就是一种无啥欢喜的关系，就是囡仔会感觉讲爸母拢无要甲我信用，爸母嘛感觉讲对啦，我是。伊是去写宿题啊，但是嘛是感觉怪怪，吼。所以阮就请迄个去参加演讲的爸母，试看觅对好话牌内面找看觅讲敢有较好的话，你会使咧换的。而且若是迄个话足奇怪嘛，无要紧。你感觉讲可能会当用你迄个情况的牌嘛会使。啊，就有的爸母，你看红色遐，就爸母会讲，好啦，我试看觅，我甲伊讲，虽然我足无信道伊的，但是我嘛是甲伊讲好，我即马
我相信你即马足忝诶，你先休困，等者较少，就安尼讲的话，也是讲较温柔诶，会使讲无你即马有啥物代志，会使我甲你斗相共，即嘛是一种好话啊。因为这一个练习，所以我毋知影结果会安怎。但是大家会当去处理试看觅，但是你有囡仔，也是厝内诶人有时阵咧冤家诶时阵，用即两句话试看觅，看下敢有啥物好诶结果。我家己试诶效果是，囡仔会感觉伊有互父母较重视，就是父母无一定拢是讲。我叫你一定爱创啥，你就爱创啥。恁有讨论的空间，伊就以后伊会含你讨论足侪伊的想法，伊会试看觅讲好，我即摆会当真正甲你讲我的心情，你会听我讲话，以后伊就较愿意讲继续甲你讨论代志。好，这就是一个练习，大家其实会当去试看觅，若是有一届你发现讲。你看厝内的人诶讲话内容，你感觉足奇怪，你就会当甲伊写咧倒边，然后你会使开始讲大家咧讲迄句话时阵是咧想啥，但是另外一个人听到即句话时阵，伊诶感受是啥，然后最后你才找一句话来换看觅，好，这就是一个练习。好，上后面。有两个问题是伫听演讲的父母一直咧问的，我就先甲迄个问题写出来，通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即个父母烦恼讲，讲好话无法度马上解决问题亲像囡仔咧哭的时阵。有诶爸母其实是足想要囡仔较紧莫哭，但是你若是甲伊笑笑，就有足侪囡仔会继续哭咧，而且哭足久诶安尼，所以就伫迄个时阵无办法解决，迄个时阵迄个爸母想要解决诶问题，但是想较远诶，就是讲咱真正要解决诶问题，可能毋是迄种。马上会当解决的，有足侪代志拢是安尼。其实像囡仔无去写宿题，咱其实是希望囡仔会当家己安排时间。但是，所以伊每一届你甲伊骂，伊就马上去写，看起来你有解决问题。但是以后若是你无骂，伊敢会家己去安排伊的时间，这咱就毋知吼。但是因为每一届咱拢用即款的话甲伊讲，就即件代志可能看起来就解决啦，你就无机会，囡仔嘛无想要甲你讨论讲，若是以后拄着共款的代志，真正拢无时间，已经足忝啊时阵，咱是要安怎办？所以讲好话毋是讲无法度解决问题，伊其实是会当创造一个空间，互你去解决更较重要的问题。而且因为你讲好话，恁的关系无互拍歹，所以囡仔也是厝内的人，会较愿意甲你讨论问题。安尼其实对以后伊真正要去解决困难的时阵，是有足好的、更较好的帮衬。我感觉是安尼。好，第二个就是。有足侪父母讲遐个话实在是听起来伤过温柔，伤过哎哟，我烦恼我讲袂出嘴。其实我嘛是，我看迄牌的时阵讲，哟，我讲袂出来，即种话拢无讲过。我感觉这个无要紧，大家会当用拄则我甲小解迄原则来试看觅，家己发展，家己讲出来，会当讲出来好话。但是我有时阵嘛是甲牌摕出来看觅，讲好吧，无我即礼拜试看觅，敢有所在会当讲即句话，就是一种轻松的代志。讲看觅看，我厝诶人有啥物反应？因为有可能因诶反应足好诶互我感觉足欢喜诶，我就感觉讲我以后会当试看觅，因为无讲过拢毋知嘛，吼。
所以我感觉大家嘛拢会当试看卖安尼。好，这就是我今仔日准备的演讲的内容，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咱会使讨论。我知影今仔日我有足侪朋友邻遮，因拢是专家，嘛会使帮衬咱斗阵讨论。有人问问题对无？我看卖吼，因为我无啥会晓用这，我来试看卖。是讲，若平常时无讲无惯势，常常有一句好话伫遐，囡仔敢会感觉惊着，讲你是咧变啥物放？你敢有啥物后壁？有啥物介意？啥物对？一定会嘛，我感觉是一定会啊。但是咱就共款的代志，咱就家己真正想的代志，事实甲伊讲。比如讲，我在练习讲好话，我想要互咱的关系变好。我即马试看卖讲即句话，我想要知影讲，我安尼讲敢是较有对你较有帮助。你若是无习惯，你嘛会使甲我讲。我感觉是一定会安尼。若是我嘛安尼啊，阮翁若是讲一句足奇怪的话，我嘛感觉发生啥物代志，这足正常的反应。你嘛会使甲囡仔讲，好，爸爸妈妈安尼讲，你感觉足奇怪吼？我知影，但是即马是爸爸妈妈咧拍拼，咧用无共款的方式甲你讲话一个过程。你有啥物心情啊、感觉，拢会使甲我讨论安尼。囡仔可能你试几摆了后，囡仔可能甲你讲，你听起来袂歹，嘛是有可能，也是伊家己讲，莫个安尼讲，莫个讲，你个试看别个，安尼嘛会使。但是我感觉安尼你著有沟通嘛，你著有讨论啊，这就是一件足好诶代志。安尼敢有解决你诶问题？我看卖，好。还有啥物问题？我会使甲这先关起来对无？还有人想要问啥物问题吗？也是想要讨论，也是你有一个经验会当和大家讲。大平安，人人平安。平安，我是用吉。嘿，我拄则咧听你演讲是即个是字数的问题。就是你有讲苏博，即个苏博你是因为我无真确实是啥物意思。嘿，你讲你所讲的即个苏博是啥物啥物意思？因为我即个人诶，可能是我选字无甲选甲足好诶，我毋知。但是我选即个字诶意思是讲，因为我即个人对咱，我有一种想法是，咱讲诶话会影响咱家己诶心情。所以有足侪话咱讲出来，若是咱感觉无舒服诶时阵，迄种话足侪时阵就是你对你甲别人诶关系是有影响诶，也是对你家己嘛有影响诶。可能你就是家己无想要安尼讲，但是你也是讲出来啊。也是讲，迄个讲出来效果毋是你爱诶，但是你也是讲出来啊。迄就是我感觉无舒服诶一种感觉。舒服好，我毋捌听人讲过即个事啊，字典嘛并无。我嘛毋是真确实讲是啥物意思。无，大会使甲我讲安怎讲，因为我台语毋是足认真诶，逐个嘛拢听演讲嘛拢知。我台语毋是足认真诶，可能有别个讲法，逐个当甲我讲安尼讲较好。你想要讲诶意思是，你诶心情受到影响，而且是较负面较无好诶影响，负面诶影响迄种。就是无欢喜，也是，就是起毛歹，就是这种起毛歹。有时阵是就无爽快，无爽快，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是心色，有人讲心色，同感，我不讲。同感是啥？可能
甲我教一种。共同的感受。毋是我是要迄个，哦，同感，我要表达讲有同感。哦，你有同感哦。毋是，我是要赞成迄个单字性的讲法啦，就是讲诚伤过爽快，足爽快迄种的感觉，就是哦，你较会见人家舒服，你无应该见人家爽快，但你较会见人家舒服，超过爽快，你小可咧人酸的迄种感觉，你才舒服啊。哦，好，安尼了解，好，多谢。安尼我另外一个就是来分享一寡我的想法甲我的问题，嘿，先分享我的想法，就是咱我感觉早前咱咧教囡仔，也是讲咱家己咧大汉的迄个过程，迄个时代背景，就是时代拢较会解，对囡仔对大人来讲，较像是米，就是伊需要照顾，莫讲精神遐尼歹听，毋过事实的时代有一种你是属于我的物件的迄种较像迄种教法，所摆袂想讲咱爱同情，也是讲徛伫囡仔的角度来看拄着问题的时阵，爱徛伫囡仔的角度去想讲安怎解决，嘿时代较亲像，就是大人较亲像是管理者，就是迄种伊有一个要照顾人的责任，毋过伊毋知影安怎较会当甲即个照顾当做是会当同齐应该讲同齐行的一条路，都变做是都变做是敢若是即个管理者的即种角度，无徛伫伊想要伊爱甲即个囡仔当做是一家伙同齐，也是讲双方就是照顾囡仔的人，甲伊受着照顾的人，会当同齐大汉、同齐成长的迄个角度去看，嘿，就会变成咱常常听着讲大人就像你拄则讲的迄款例，大人会讲囡仔就哪遮尔暗转来搁咧移电动，嘿，无先去写速题就是管理的迄种角度去看代志，嘿，对嘿事实因为我家己嘛感觉安尼无好，所摆我感觉咱大生头起先要做爸母的时阵，头壳内底想着的遐教囡仔的话，可能拢是咱细汉时听着爸母安怎讲若无想斟酌，就会直接用遐个话句来教咱的家己的囡仔。毋过讲出来，常常拢会后悔。对啊，嘿，所摆就是即款会当有一个大家同齐讨论，讲安怎莫有即种轮回，即款组合是真好。嘿，因为咱就是无希望讲咱的囡仔嘛，伫迄种惊吓，也是讲压力的环境大汉，系希望讲伊是咱的目的是疼惜，是希望讲伊会当得到迄款照顾，迄款疼惜会当心理的甲生理的拢健康大汉安尼，嘿，所摆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咱讲要讲家己的烦恼其实这嘛爱我嘛试过，就像我细汉的，阮细汉的就是伊进前即马较袂对不对？我感觉年岁真正有差嘿，毋过差不多伊伫4岁进前，要甲伊讲我的感受，我感觉伊无法度理解。对，4岁以前无解。对，所摆若像即款例嘿，敢有其他的法度，就是咱知影讲，要有一寡撇步是有年岁的制限，嘿即种即种年岁的制限，咱是继续试。譬如讲，我感觉随梦进前迄，我家己的感受是，随梦我可能我进前试过，遐无直接的应效，就是讲，随梦我有甲伊讲我的感受，我甲伊讲，你安尼拖，我真正会记倒。我嘛是安尼甲伊讲，毋过伊就是直直靠，
对嘿嘿，啊，哦，伊咧哭吼，嘿，对，直直考直直考，嘿，赶快考，你知影已经咧哭啊，对，嘿对啊，我就甲伊讲，我嘛无甲伊骂，我就是用讲的，嘿，对，嘿，我感觉对啊，这是，好，好，嘿，我问题就是安尼，吗？嘿，对对，嘿，好，我感觉第一个就是讲好话这个代志，若是听好话这个代志嘛，是爱练习的。就是讲，阮每一届阮妈妈拢是甲我讲，我你要伫倒啊，拢是好好啊讲。囡仔是慢慢会学起来，但是毋是一届、两届、三届就会当学起来。啊，而且囡仔搁较细汉的时阵，就爱较久，就是因需要时间去学讲啊，妈妈伊无咧受气，伊是真正迄个时阵有代志发生。但是对4岁的囡仔来讲，因为伊的时间的感觉，这是心理学，就是发展心理学咧讲的，伊的时间的感觉其实足无清楚的。伊其实伊毋知影啥物是5分钟，伊若半点钟伊可能嘛毋知影，因为伊就是即种迄个时阵的囡仔，因就是任何的时阵，因拢是上重要的代志，伊就是即马咧做的代志。伊无办法真正听有讲，咱即马搁剩10分钟，就爱出门，这10分钟是偌久，伊并无迄个感觉，也无建立起来。所以我感觉父母会当做的，就是较早帮伊准备，啊一步一步甲伊教，讲啊无即马咱，而且毋是用时间，是用代志。讲啊，咱即马出门啊，即马是穿衫的时间，咱斗阵去穿衫。好，穿衫的时间了，咱即马去穿鞋啊。啊，咱即马好啊，一件代志拢做甲足好诶，咱即马准时会当出门安尼。有时阵是爱安尼。一件代志帮参伊去准备的，对4岁囡仔来讲，我毋知影安尼讲有会当斗相共，一步一步啊，用鼓励，嘿，用鼓励，而且了解讲伊即马有诶物件真正听无，啊，搁有，但是而且你若是一直安尼讲好话，伊了后就知影讲妈妈安尼甲我讲，伊意思是安。伊就是讲，你一边甲伊讲，咱即马爱出门啊，一边甲伊讲，咱会当安尼准备，伊就甲两件代志，接起来连起来，伊以后就知影讲，哦，出门意思就是我即马爱准备，我较紧甲遮个代志拢做好，咱会当出门安尼。对4、5岁啊，囡仔应该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对，多谢啊。我家是另外一个感受是，虽讲迄个时阵。会感觉无用效，毋过即马豆豆来，就安尼甲解说伊其实是听有诶，嘿，就嘛有正经诶例，伊就知影讲有影，就老母咧赶时间啊，我爱较紧诶，对啊，因为囡仔就是安尼学诶，我感觉是安尼，嘿，安尼我上吊是，嘿是，请讲，上吊是因为你无受气，伊就袂甲较紧准备即件代志，看阮老母会受气。即个印象连起来，伊就会当较专心去想讲啊，真正要伫倒啊，真正爱安怎准备，所以甲你学落者，多谢。好，安尼，我搁爱请教一件代志，就是我想这咱即样的父母，其实有真骨力在做即件代志，毋过即个时阵就会拄着阿公阿嬷，会感觉咱咧成囝。因为我家阮厝内就是有即个问题，嘿，阮老母就会感觉我伤过成囡仔。譬如讲，有当时啊，真正囡仔在哭，我无甲骂，也是讲，无直接甲主动，就是用因的法度去主动囡仔继续做因感觉无应该爱囡仔无应该爱继续做的代志，嘿，因就会感觉咱伤过。阮即样的伤过成囝，像即种咧，除了若是有机会请因去上日本的课以外，咱会当安怎甲时代沟通安尼？这有足侪可能的法度，但是若是讲无足接触，你是父母带做伙是无？
也是讲，无带等去台湾的时阵，带去台湾的时阵，我是甲我爸母讲，恁着负责惜小囡仔就好啊。啊，管的代志我来处理。啊，你甲我讲，我会当看卖我要安怎做，啊，我就甲爸母讲，我知影你的烦恼是啥物件，是共款的代志。你的烦恼应该是这，啊，我甲你讲，我处理的方法是这，啊，我知影你的烦恼是啥，我嘛想要处理安尼，我会甲我的爸母安尼讲。啊，而且我就甲伊讲，你着负责惜，因为这是恁会当做的上好的代志。啊，管的时阵我去操烦就好啊。啊，你会使甲我讨论，我嘛会使甲恁讨论安尼，这是我的方法。好，对。啊，有的爸母可能无想要讨论，但是因若听着讲我只负责惜囡仔，其实因是足欢喜的。所以这个是你会使试看卖，咱会使去讨论，因为好，嘿，对啦，就是互相了解对方的感受是真要紧。对，因应该嘛是有家己想要烦恼讲。烦恼的代志，啊，咱就会使甲伊解说讲啊，其实你的烦恼我嘛烦恼，因为足侪时阵因烦恼的代志是真正爱烦恼的代志嘛，咱就含伊讲啊，但是我的处理的方法是我感觉有嘛是会当达到迄个应效，就含伊安尼解说安尼。这无简单，我知爸母搁较困难，所以足侪时阵我拄则问讲伊敢有带做伙时，若是无带做伙，只是有时阵看着你就莫插伊就好。但是你若是要认真讨论，就是另外一件代志啊。有影，好，多谢。好话吧，即马无白话字的，咱会使甲因讲，看伊敢要出白话字的。因为即摆林本有一个互囡仔的迄个我讲 camp 是讲台语的，所以咱若是叫伊做白话字的嘛是有可能的发生的。好，啊，佮有啥物问题会当讨论？也是想要分享你家己的经验。也是我有啥物台语，你感觉讲我足怪的，你更加教我教的，讲安怎讲较好诶，安尼嘛会使。哦吼，啊无安尼。大家咧想的时阵哈，我来问一个问题啦哈，因为时间还佫早嘛哈。讲啊，遮尔好，安尼落你走去做无彩。袂，我想讲，大家会使去做别的代志，无要紧。是。啊，当然，即个话题哈，当然我即摆已经是咧学孙的年纪啊啦哈。啊，我是我讲哦，我来当较早听到你的演讲吼，啊，毋知偌好咧啦哈。多谢。啊，咱过去咧含囡仔咧顾囡仔的时阵吼，30、40当前咧顾囡仔的时阵，拢会无去想到即个话题啦吼。啊，我一直有一个，我会记得我的囡仔去读国民校的时阵吼，因迄阵啊，拢咧流行讲迄个爱迄个教囡仔变啊 boost up， 因的迄个 self esteem 增加对，自信。啊，迄当时吼，因为咱即个亚洲人的背景啊，好，台湾人的背景啊，好，咱拢讲爱较谦卑吼，啊，迄个尊重人吼，迄种的物件。啊，毋过美国的教育较毋是安尼嘿，还是足强调家己啦吼。所以即摆来就是讲即个问题就会产生嘛吼，到底是你移民的家庭，啊，你要来完全要来用即个当地的文化来教囡仔，第一敢有可能哈？咱毕竟咱就是有迄个文化基因留落来。第二，敢有适合哈？我是感觉请教即个用迄个一个心理咨询师的即个角度哈，啊来甲你请教咧。
我感觉这是一个，我想一下吼，因为若是我来看，我袂甲伊看成功是，当然迄是文化无共款，就是咱可能讲的话，咱教囡仔的态度，真正就是跟美国无啥共款。因为我感觉以前我囡仔咧小学的时阵，我看咧学校的上互我感觉足奇怪的一件代志，就是足侪囡仔老师问题，伊就一直举手，但是足侪囡仔你甲伊点着，伊就讲啊，我只是举手尔，我无要回答。我感觉你台湾的学校是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因就是大家拢爱足自信的，一定爱举手，一定爱互人点着。但是咱拢是想讲，我爱真正会晓，咱才会举手。真正是差足济吼，所以我会当了解讲你讲的即个代志。但是我感觉我教囡仔就是你会使想看卖你想要什么时阵的时阵，你的囡仔较有自信；什么时阵你的囡仔会使较谦安怎讲较谦虚较谦虚着。因为我感觉迄毋是讲，迄毋是一个一直拢是足自信，也是足谦虚的状况。是你拄着无共款的代志的时阵，你也知影你什么时阵是应该爱足自信的，而且什么时阵你是应该爱谦。还是佮教我一届，较谦虚的对。什么时阵会当较谦虚的？我感觉上好的是，互咱的囡仔知影讲，你是会当家己调整的，你是会当讲，你想要做有啥物用效，用啥物态度去做无共款的代志，去才会使得到你爱的效果。我感觉应该是会当对即个方向去发展。咱就会当跟囡仔讨论，就是为虾米我感觉这个时阵你要较谦虚，为虾米我感觉这个时阵咱会当较有自信的。你学校看到的情况是啥物？嘛会使跟囡仔讨论。若是囡仔嘛会使甲你讲对啊，有人一直就一直讲话，但是伊啥物拢无讲出来啊。你就会使甲伊讨论讲伊为虾米要安尼？是社会对伊有啥物感想吗？但是伊真正讲了后，真正足有效吗？也是讲你有别个讲法会使较好。若是你真正要发表你的意见的时阵，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就是无一定是选这也是选遐的问题。这是一个咱跟囡仔做伙讨论，讲到底是哪一种态度对你、甲对社会、甲对关系较有帮助的一个题目，会使讨论安尼。毋知安尼敢有？多谢。我会补充一下，我伫美国看到，美国人的感觉啦，就是讲，阮囝的学校是较无共款学校，伊要入就是开迄当入学的时阵，还是讲有新的学生转来这个学校的时阵，伊拢要求大人爱伫咧学校内底上课，伊就安排有人去教吼，即个上课内容叫做 positive discipline。这毋是讲亚洲人在去学，还是毋管是啥物人，就是爱入学，就是大人就是爱去学。这可见就是讲，毋是讲美国人会较敖教囡仔，还是讲亚洲人就会较对囡仔较无客气，还是啥，较袂晓讲好话较袂晓教囝，毋是安尼。所以讲有一寡争吵，就是讲咱可能受到咱顶一end迄款较传统的对待，会有淡薄仔甲迄款的方式内化。美国人可能就是较迄程度较少。毋过总共你就是头一个囡仔去学校，你就是毋捌教过囡仔，你拄仔生出来，你毋捌做过爸母，你就是爱去学安怎做爸母嘛。因在教的遐内容嘛是甲咱今日听到的有对同的所在。比如讲，你讲话爱温柔佮坚定，温柔佮坚定，迄个中要安怎掠掌，都毋是一个简单的所在安尼，对伊会甲你讲你就是囡仔的普遍的性格是啥物？
就因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甲大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真无亲像的。有当时你爱徛伫囡仔的立场去想讲，因到底看到啥，因到底听到啥？你讲的话，你的行动，就是爱互囡仔看到袂误解安尼。有甲你正讲你的烦恼还灾，这款的训练，所以这是应该是，就准讲是应该讲伫美国内底较有进步价值的人，嘛是伫烦恼这个代志。毋过共款有真侪人毋知影需要去注意安尼。即互我想到有一个足好耍诶代志，就是咱拢感觉美国人足有自信诶，但是其实伫自相诶世界内面，咱知影足侪美国人伊是用pretend 诶，迄就是毋是真正足有自信诶。因是咧社会甲伊讲，你就是一定爱看起来足强诶，互人毋敢甲你欺负。但是足侪人其实因对家己诶批评嘛是足侪，所以因拢爱一直去找资讯。因就有足侪问题，堪咱平常知影诶，无讲是真正拢共款安尼。安尼毋知讲有讨论到你想要讨论诶？我听到吼，安尼有听到吼。哦，你咧讲无咧信道，迄个无咧信道，迄个吼，无咧信道理啊，迄个第二声信道。嘿，好，爱讲咧咧声是无？嘿，好，无咧信道安尼。好。这个咧讲这个好话歹吼，我咧想讲是对心，你的心发出什么款的回应吼，你讲出来的话吼，都有迄种腔调安尼啦。像讲我讲用英语来讲吼，有当时啊，你便讲一句 excuse me 你像讲伫市场，人一个甲你讲，你叫 excuse me， 这敢若这两句，迄有的话就会插人，那像有的话就感觉讲真安慰。所以这咱咧讲台语嘛是共款安尼，迄个心发出什么款的，你是 complain 还是在讲委婉的迄落，所以圣经内底我有咧讲这个，你心想啥话你讲出来，就是迄种，所以可能我感觉是较相对内心调整，讲出来迄个。会会自然会较好诶，讲好，多谢。赞成。对，就是这是为虾米调整咱诶心念，其实嘛是最重要诶。就是你心内安怎想讲，我应该安怎去对待别人，对待囡仔，是我感觉是我做即个人，我想要好好啊，甲伊讲话，温柔、坚定，安尼。你讲出来就会较，就是对关系就较好啦，别人的感觉嘛会较好。多谢你甲阮讲这听到，好，我学起来啊，多谢。都有啥物人想要跟大家分享你家己的心情，也是你的感想，也是有啥物问题？无人要问哈，我来问一个啦哈。这可能咱内底会有一寡即个少年爸爸妈妈伫台湾哈。因一方面足想要建立一个全台语的环境，会当互伊有一个生活台语的空间。所以因会真爱有一个界限哈。毋过咱就知影讲，伫即个台湾的社会哈。要爱付出偌济代价伫即个中间的时阵，
敢会讲，像我讲，要哪甲囡仔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较袂讲，所以像我讲，囡仔毕竟因的理解力含咱大人的理解，无法度教人家较深啦，所以若讲，敢若讲坚持讲，要敢若有一个台语环境的生活空间。要安怎来防止讲，伫迄个生活的中间的时阵，有若会去了解着讲，爱有一个含人安尼有一个社交，有是一个正常的即个社交的一个心理的建设安尼啦，嘿，你讲有朋友有经验我会当，咱内底较有即个我恁讨论，朋友嘿。嘿，你算有咧食吗？我想看看朋友敢有咧食，对，伊都打离开啦，我爱较早家离开吼，对，伊嘛是我以前咧日本的朋友，同事，对，嘿，其实我拢会替因烦恼啦，当然，讲我家己，咱推广即个台语文化，咱总是要为着咱的子孙幸福嘛，对，所以咱嘛爱想着讲，咱爱去形容讲，我安尼做的时阵，我付出偌济成本，我得着偌济啦，当然是对遮个家长，我拢一方面足钦佩啦，安尼付出遮济，但是一方面佫会替毋甘讲，你安尼的时阵，你 are you sure？ 你敢真正你了解讲，你爱付出的代价是虾米款？敢会使请爸母大家来，当然我毋是咧讲爱安怎做啦，我是干那讲提出一个问题，大家加减会当来讨论看觅啊。像有时咱咧提出一寡足，因为要解决一个足长期的问题，咱爱提出一个足强的一个诉求来抵抗嘛，所以到尾即种感觉讲，咱嘛是爱加减想着讲，咱讲出的话是毋是咱有法度人做会起？但是你听着咱的话去照去安尼做的人，应该会肯定，这有时我嘛会安尼想啦。了解，但是我即摆足侪朋友拢伫厝里看囡仔讲台湾话，伫台湾，我嘛是足佩服，愈来愈。我你若伫厝内无问题啊，伫外口对无？你即摆你一个华语的空间嘛，你总是你无法度人讲干那伫台语的空间嘛。你总是爱去有一个华语的空间伫遐的时阵，即摆去的时阵，甲我讲，要哪 equip， 要哪有即个心理素质安尼嘿。对，最重要诶，明翰，我看着你的面走出来。我在想讲，咱细汉的时阵嘛是安尼，华语强势的环境来大汉，毋过大汉了，咱即摆嘛是讲台语的人，有当时烦恼是烦恼，毋过安怎讲？就是有当时一时的表面的现象，无定就是定根的物件。我有讲得无清楚，意思是讲，伊若是有一个做台湾人的信念，伊家己会去找着迄个路安尼。所以有当时毋是讲敢若伫咧上表面的迄个展示讲维持偌侪台语的环境，有当时是搁较后壁迄个物件。我是听讲有一个台湾的学校讲要是台语的小学，是台语学校伫迄个高雄，伫高雄嘛对无吼？我嘛是看这新闻，高雄
我高雄人。好，啊，搁有亲像我看着阮原本即届因办的迄个 camp，就是互细汉囡仔去上，啊，拢是讲台湾话，我嘛感觉足好诶，因为就是小小诶代志一件一件做嘛，也是一个，啊是伫，因为因就是毋是咧厝里嘛，是伫外口诶环境嘛是。互囡仔讲台语，知影讲别人嘛是讲台语，啊学即个物件嘛会使用台语学。我感觉亲像就是会当安尼慢慢做，嘛是一个足厉害诶代志。嗯，继承野手，来，哦，志成，你讲，请讲。嗨，我可能咱分享一寡感想啊，因为阮咩啊讲，等下我想看我咩啊讲，因为阮囝即马是差不多4岁外，要5岁，啊，阮是自出世就对伊讲台语，啊，我是到我要送伊去幼稚园的时阵，应该是讲3岁以前，我阁足欢喜讲，哇，我建立一个台语的宇宙，互我的后生一个全台语的环境安尼。啊，到我3、4岁的时阵，我决定要送伊去幼稚园读册，我就开始烦恼啊。啊，迄当时我嘛问讲台语路协会遐个爸母讲啊，要安怎，就是敢会安怎啊，啥物啊？因拢讲啊，不要紧啊，就是反正囡仔去拢学，就是马上就学会晓啊。啊，阮就是去，迄当时我决定先送伊去英语的幼稚园，伫咧台北遮啦，新北市遮。啊，结果我嘛咧观察，就是校的有老师是讲华语的，就是一般就是带囡仔的老师是华语的，但是上课的老师是全英语的。啊，伊转来厝内面，我甲阮某拢是全台语对伊。啊，伊足紧就学会晓即个语言啊，啊嘛学会晓华语即个语言，因为伊甲遐囡仔拢爱用华语去讲话。啊，我这是一个过程啊，但是因为佫发生伫阮伫咧英语幼稚园进前，我先带伊去参观一个算蒙特梭利半英语的幼稚园。我就带伊伫遐佚佗啊，结果有一个其他小朋友，我就是靠近我甲阮囝讲，叔叔，你们说的是什么话？你们是外国人吗？伊就是安尼甲我讲。啊，伊就是因为即个事件，伊问我即个事件，我就甲决心讲啊，先送去英语的好啊。啊，到即马，反正阮阁换一间学校，即马阁换第3间啊。伊颠倒变做讲，伊开始会晓切换，去甲无共款的朋友讲话。啊，我量带伊去台语的活动。啊，但是已经有一阵仔无带伊去啊，但是有我进前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一段时间我无带伊去台语囡仔的活动，所以伊看到囡仔会主动切做华语。对，啊，都变我就是尽量诱讲啊，伊嘛晓讲台语啊，你就甲伊讲台语安尼。啊，即马变讲伊就开始会当切换。啊，但是我迄协会内底做者家长是，因对伫咧外口是坚持，对其他的大人直接就讲台语。但是即件代志对我来讲，我颠倒是困难的。就是我的生活是我逐工咧切换双语，就是我伫厝内底讲台语，但是我伫外口讲华语。啊，比如讲，其他家长的想法是讲，因是要对抗即个环境，讲我伫咧外口讲台语的即个信念，我是感觉较可能就是拄仔龙公遐讲的迄个烦恼的所在。啊，我家己嘛是去思考即件代志，讲我到底敢爱，就是我出外就是全台语。也是安那，但是因为实际上即马台湾的环境，主要语言就是华语为主嘛。
咱是讲，我甲囡仔先讲台语，即个大人啦，看到阮甲囡仔讲台语，伊嘛甲对啊囡仔讲台语以后，我嘛开始对即个大人讲台语，就是对啊，因为我家己嘛是算全台语的环境大汉的，我就讲，我已经袂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安怎切换语言，我。有当就是敢若即两种语言陪我做伙大汉安尼。对，大概分享的是安尼的感觉啦。多谢。真正最重要的，因为互我想到一件最好耍的代志，就是我的台语就袂认得，但是阮翁就认得。阮爸爸妈妈，阮是高雄人，其实因两个平常时是讲台语，但是毋知影为虾米因对阮翁就直接讲台语，对我因就讲华语。我讲袂使，你即摆甲我讲台语，是因为我讲就袂认得，你无要想要甲我讲嘛？所以我感觉是足侪足细物件会影响大家敢是要讲台语。你的生活中，有时阵像我等去高雄的时阵，我有时阵去市场，我想要练习讲台湾话。但是可能我讲我袂认得哦，讲两三句，伊本来第一句甲我讲台湾话，但是第二句会甲我讲华语，我就感觉讲应该是我讲啊无啥好，我就继续甲伊讲。对，安尼无办，我毋知影要安怎办。但是我感觉台湾人对即两种语言的调整，也是对虾米人讲啥，对虾米人讲啥，即马拢已经咧改变啊。就是可能爱坚持讲去看觅。而且我是咧高雄，其实大家拢会晓，足侪人拢会晓讲台湾话。若是我较拍拼去市的时阵，人就会甲我讲。对，我搁分享一点，就是我甲阮阿兄，我哥哥，阮两个人是讲华语的，但是阮对爸母拢是讲台语。台湾话对。就是我就是要甲阮哥。即个对话切转来台语，但是我拢感觉足歹切的。我的哥哥嘛对我的囡仔讲台语，就是阮即样的，就比如阮某甲阮哥甲我，阮拢会惯势讲华语。就是这个现象，我会感觉讲，是伫语言学内底爱安怎去思考，还是讲？语言学内面叫做 code switch。就是你感觉讲你这时阵讲这个话对你较有利益，你就用这款的方式讲话。但是他们拄则同款，你若是已经有想到啊，这件代志你已经看到这件代志，你会当去看觅。像我甲我翁拄开始咧学白话字的时阵，我嘛想要甲伊讲台语，但是实在是足碍个，讲袂出来。但是即马我讲的机会就较济啊，就是。去看觅就会小可慢慢改变，但是你看我已经学一档啊，嘛是足袂认得，但是佫慢慢学安尼，慢慢改啊。所以咧，我可能进前可能只有一工可能1点钟会当甲伊讲，但伊即马可能会当讲较久，就是安尼。而且我感觉是我家己爱改，就是我家己拢会想讲，是因为我讲啊无认同，所以别人袂用甲我讲嘛。我感觉是，但是不要紧，安尼嘛不要紧，继续讲。好，了解。多谢。对。这就是看你想要开偌侪成本，就是因为伫咧，尤其是咧台湾，华语是因为是较霸权的，对吧？所以你若是要讲华语以外语言，其实伫你的生活内底是有成本的。就是看你有偌侪资源会当开伫即款成本顶悬的。微表。亚洲。就是提供一寡感想甲观察啦，就是讲参像拄则就是这有志分享家己伫厝内甲尤其是伫咧台湾。这语境内底吼，就是你甲因仔有坚持想要讲台语，毋过到家己的时阵，就感觉就变做真困难。
而且就是参像你拄则讲到嘅例，就是讲对无共嘅人，就是开喙讲台语即件代志，都迄个困难嘅程度，感觉都无共安尼，都我上厕所。参像对家己阿兄啊，家己厝内就是你嘅 sibling 啊，是安怎都无法度，我都想到就是。亲像伫，因为阮这边是伫美国嘛，就是美国囡仔拢是去学校啊。我感觉就是人就是安尼，就是你伫无共的这语境内底，你就是自然想要使用的语言就是无共安尼。亲像阮这边有2个查某囝嘛，2个查某囝伫厝内，当然就是因为阮甲阮某就是开始对囡仔讲台语的时间是较晚，所以。伫厝内，咱主要使用的语言也原是即个华语。啊，毋过因2个人吼，因为开始去学校，就是去学校了后，就是因伫学校，就是一定都是讲英语的环境嘛。啊，就会变做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现象，就是讲，囡仔转来厝，啊，甲阮讲话的时阵，主要拢是讲华语为主，因为这就是咱阮4个人讲话，就真细汉就是安尼。啊，毋过到因2个人，就是因2个人之间伫咧讲话的时阵，就是姐姐甲妹妹伫咧讲话的时阵，伊直是会切换做英语安尼。这就是比平你拄则甲你讲你甲你兄弟姊妹伫咧讲话的时阵，我感觉就是共款的语境嘛，就是讲。爸爸妈妈真细汉对你讲台语，所以你会都是拢会台语。啊，毋过到你甲你的兄弟姊妹，因为你去学校了后，就是甲所有的同学，而且你可能伫学校内底，就是拄着家己阿兄啊，就是一定是伫个迄个语境内底，你一定是讲华语。啊，所以你就变做是已经十几档到单你。拄着共款的人的时阵，你就是无法度，你就感觉讲一定爱讲华语才对安尼。啊，所以这就是我感觉你若是想要改变这个物件，都一定是爱有一个意识讲，我一条工爱做这个改变，而且你个都爱甲你的对象可能爱，就是爱解说讲是安怎我想要做这个改变，而且你的对象是有法度改变的。当然，你无法度强迫伊讲，你一定爱改变。不过你有，就是会使甲伊解说讲是安怎，我感觉这是对重的。当然你家己的理由是拢无共啦，就是看是为着家己，还是为着家己的囡仔，还是为着啥物。我感觉拢无要紧。啊，不过就是我感觉甲迄个心内想法讲出来是有影效的，就是你无一定有法度改变对方的想法，不过就是你爱有一个机会，甲家己的想法来表达出来，互伊知影安尼。这是我一个想法尔，嘿，大家参考。我补充一下，头仔讲话迄个就阮翁，所以就是阮。是囡仔10岁到7岁的时阵开始甲因讲台语的，就是咩讲？因为阮翁伊母语毋是台语，啊，我细汉去学校进前，我母语是台语，所以就是其实迄改变是为我开始安尼，啊，就是阮拄熟悉的时阵，阮2个嘛是讲华语的，嘿，啊，所以就是一开始。我开始对因3个讲台语的时阵，嘛是感觉小可爱哟，我就是因为有想要做即件代志，所以反正就是毋管安怎爱哟，都是坚持落去安尼。啊，就是毋过就是因为伊母语都毋是台语嘛，所以就是。讲台语对我来讲，都是捡回来了后，对我来讲是一件，就是讲台语是一件自然啊、舒适的代志安尼。啊，对伊来讲就可能毋是，所以就变做就是
有一寡时阵都变做我讲台语，也会讲华语安尼。啊，毋过无要紧，就是反正我就是讲我想要讲的安尼。啊，即件代志其实出去外口嘛是共款，就是头拄因为听到你讲出去外口就是读册做华语。其实像我即摆倒去台湾，我去外口，毋管拄着啥嘛是拢讲台语。啊，毋过我的心情较毋是讲啊，我要对抗啥物物件，就是因为我感觉讲，若是我直直想讲啊，我要对抗啥，迄其实就是互别人的感觉，搁有我家己的感觉，会是无爽快的，生气的安尼，对啊，所以我感觉我家己的心情较是讲，就是第一，这应该是一件自然的代志，因为我就是一个讲台语的人，所以出去外口，我就是讲台语安尼，啊，就是第二，就是我希望讲。就是开始有即种意识的人，带头开始安尼做，啊，就是愿意安尼做的人会愈来愈侪，都是安尼尔，对啊，就是别人要安怎做，我无法度去改变，啊，毋过就是我会使为我家己开始，好，就安尼。我感觉我的同温层足够的，所以我真正有足侪朋友拢已经足拍拼，要对囡仔讲话，我是会感觉足钦佩的。啊嘛是对，有的人可能是要对抗，啊有的人就是啊，咱平常时讲的话来甲伊捡转来。我嘛是即种心情啊，我家己，因为阮爸母足奇怪，因嘛是两个人讲台语，但是对我一直讲华语，所以我拢爱一直逼因甲我讲台语，啊，因即马才会较愿意甲我讲台湾话，啊，而且会甲我教。啊，我感觉就是你著甲伊讲你想要安怎，因就会试看觅，因嘛会 code switch 安尼，伊嘛感觉足欢喜的，但是伊嘛感觉足好笑的。啊，我爸爸就一直笑，因为我讲出侪足奇怪的话。另外一个分享啊，就是我感觉就是参像这时大人这活头前哦，真正是莫讲就是因奇怪，也是讲因是安怎拢无法度改变，因为我感觉这都是一个我定定安尼讲啊，最近定定安尼讲啦，因迄end的人吼，伫台湾大汉的，因拢是一个 traumatized generation，the whole generation of traumatization。because 因为伊都是啊，母语就是台语啊，啊，毋过出社会也是到学校啊，所有的环境都甲伊讲，你家己的母语是无价值的，啊，你家己的母语是假路的，所以就变做是因就开始学习，迄学习毋是讲有意识的学习，就是伊就是大汉的过程当中，伊就理解讲，这就是这个社会安怎看待这个语言，所以就变做是，伊就爱 adapt 对无？啊，就变做是跟尾啊，就出社会了后，伊就是伊毋是真正安尼信道，毋过就是伊就无法度啊，伊就感觉讲这个语言若是对少年即个呢，还是对这个公司内底顶司的也是讲去这个要安怎讲，就是去公所啊，就是记者代志的时阵呢，伊就是一定爱使用华语这个语言，所以就变做是6几档，伊就变做是拄着啥物状况，伊就一定会切换做华语，伊就无法度改变啦。所以就是我感觉这就是爱较莫讲这是爱去甲伊骂，还是甲伊考试的代志，迄就是无法度。啊，毋过嘛是有还是有法度改变啊，亲像林经理就是使用我较温柔的方式，甲爸母沟通，甲爸母就是解说讲你无需要安尼，
阮兜足趣味诶，因为阮爸爸其实伊是伫外口拢讲台语，伊演讲嘛讲台语，伊是一个建筑师，伊有时阵出去演讲，迄个高雄诶一个工行，伊是安怎甲伊促进去成立迄种演讲，伊拢讲台湾话。但是我感觉伊就是无讲一定爱逼阮讲台湾话，所以伊嘛无足有意识诶。讲我著爱互囡仔拢讲台湾话，但是我感觉即个好处就是讲，因为伊无甲我逼，我即摆大汉，我也感觉讲啊，阮爸爸就会晓讲台湾话，我会使转去甲伊学安尼，啊伊嘛足欢喜诶，所以这是另外一个足好耍诶，一个效果安尼，对，好，我想上基本的是要有同理心啦。咱个讨论者若无同理心哈，就是拄则即个清纯咧讲诶安尼哈，对心出发。啊，手你有举手哈，你会当先讲袂要紧。好，我是讲想到我诶经验，就是我嘛读60统啊吼。我当阮囝细汉诶时，差不多就还未读幼稚园进，差不多还未读国校以前，我嘛伫农会食头路啊，我嘛拢讲台语哦。啊，就是讲我接触诶人嘛拢讲台语，啊，毋过真奇怪，我就是甲囡仔讲中国话，啊，我吼是带阮囝去因迄个台北因舅舅因阿姑因兜因姑丈因住上山嘛，啊因囝差阮囝差不多3个月尔，因较大汉因咧上生啊，我去带阮囝去因遐，有一摆我就是听着伊讲，甲囡仔讲啊，伫厝爱讲台语，我就是迄摆去遐讲精神，去遐拍精神，伊毋是讲我，伊是讲因囝哦。我就是自迄摆了，我开始就伫甲着讲我爱甲阮囝讲台语，无我以前无迄个无想着，就是嘿啊，足奇怪，我嘛就是嘿啊，迄搭奇怪，咱拢就是人甲咱安尼讲者，咱甲精神讲，啊，中吼，我嘛应该甲阮囝讲台语，啊，就是安尼，就开始拢甲阮囝讲台语啊。嘿，我就是讲，可能吼，真济父母伊家己无伫甲讲，是爱甲囡仔讲啊，所以伊就拢嘿，就惯势伊直甲囡仔讲诶中国话。感谢你诶分享，对我就是想爱，就是互环境影响，但是若是想着就会使开始做安尼，感觉是安尼。安尼我想要去讨论一下，就是我常常嘛咧想讲，因为咱在现场诶有一寡是住咧美国嘛，恁算是移民去遐，但是阮即摆是伫台湾，咱即个状况就是市民诶感觉嘛，就是我常常咧思考移民甲市民诶即个无共款诶所在伫倒位。我是思考着即点是我10多年前我嘛有去 New York 住过1-2冬诶时间，啊尾仔有一个机会，我去甲一个墨西哥诶家庭住做伙，我算甲因睡一间房间，啊因伫咧厝内面是讲西班牙语。就是因翁是常常咧，因翁伫咧餐厅工课，所以我时阵我会甲因某拄着我甲因当使用你的灶骹，要冰嘛，啥物冰箱爱照用啥物，结果因某是完全袂晓讲英语的，所以变我无法度甲伊对话，就是甲咱就是安尼比，拢是派因翁甲我用英文咧对话安尼，所以我就会去常常想着。过去的即个经验，过来到底讲，即马咱就比如讲，即马咱台湾人的家庭，伫咧中华民国的社会，安尼的环境，
甲比如讲，恁是台湾人的家庭，咧美国的环境，厝内底讲台语，伫外口讲英语安尼。对，这是一个思考的分享安尼。对，可能要先听面谈，不一定。我的感觉是安尼啦，就是美国的政府无迄款意识来消灭台语，这有差。安尼讲，三号市市政府，伊若选举的时阵，伊的选举的通知书、甲说明书、甲选票，当中有4种语言。你若去三号市博物馆，博物馆迄解说讲，即个物件是啥物，4种语言。对，所以因是有即款意识讲，就是有人有需要啊，毋是讲英语就是逐个拢一定爱晓啊。毋过伫台湾迄个情形无共款，就是讲，逐个感觉讲华语已经逐个拢爱晓，袂晓的人是制造别人的麻烦，对吧？都有即款的警察伫咧。另外一项吼，就是你拄则讲到这个实名甲移民主要的警察吼，我感觉上主要的警察就是移民是家己的选择。我选择我想要来到一个车分的所在来发展我家己的事业，还是讲生活安尼，对无？实名上大的警察就是迄。毋是我的选择，迄是有一个外来的实名的政权来到台湾来讲你台湾人以早是讲台湾话，即马袂使讲啊。非常快警察嘿。颜芬在问讲，讲好话利益真多，除了好话牌，敢有其他的台语好话的语料，还是小解等信念的台语资源？其实我毋知呢，我会当去找看卖，但是我已经找看卖，才分享甲互大家看，歹势，因为我毋知影。你只讲原本有开始办一寡台语的事工，对，我较早我伫遐时阵是无啦，但即马对，迄是拄则搬了，拄则结束的一个。一年的囡仔的一个 camp， 拢是讲台语的。上来看，丽璇啊，上峰，你知影吗？你知影吗？就是嘉庆因某啦。你知，就是对，就是 anyway， 嘿，对，迄拢是日本以前的先迄个小学的老师，因拢出来讲台语。了解。因为早前我伫遐的时阵。我会感觉讲，迄头人就是董事会内底的头人，因拢袂晓讲台语，对，拢是外省人。毋过在做事的，像姚兰啊，拢是台湾人，有即款的警察可能因就较袂去想到台语这个代志。对，但即马我感觉是社会的气氛嘛有改变，足侪人，其实我拄则讲我的同温站。就是日本的人，足侪人拢会讲台湾话，男囡仔、处理的囡仔讲台湾话，拢是我伫日本熟识的朋友，所以我会使去甲因问。在看伊个 chat， 就是颜芬，他拄仔嘛有问一寡其他的问题呢。你讲敢有白话字吗？嘿，佫有顶头讲，就是平常时若是无即个惯势，雄来一句好话。这拄则有讲过。讲过。嘿，我拄则有讲过，感觉一点感觉就奇怪。但是我感觉大家会当讲。恁大家台湾话讲足好诶，就会使家己转啦。我拄则介小介遐诶原则，就是上重要诶原则。
会使家己登看卖。对啊，无一定就是迄个，佫会使家己来出一份迄个。对啊，好画牌，好画牌，台语好画牌，咱家己来写。就因为我感觉有时阵迄个台语的较温柔的话，嘛是只有台语才有。亲像阮翁若是要出门驶车，我就甲伊讲驶较慢的。我感觉这嘛足温柔的，我是对我阿嬷学的。就是即种也是啊，我感觉拢会使甲伊记起来。好，大家有啥物想要讨论的、分享的？我会当佫分享一个代志，就是前几冬的时阵，我有一个机会去花莲，去采访柑仔人的族的士大人安尼，就问就讲，迄个士大人差不多80外岁，伊就讲伊晓讲日语，伊晓讲阿美族的语。伊嘛晓讲台语，嘛晓讲一寡小块的台语。我就想讲，哇，就是伊的父母可能受日本教育，所以会晓讲日语。因为柑仔人个透难住伫咧阿美族的部落内底，所以伊厝内底讲柑仔人的语言，离开厝爱讲阿美族的语言，佫开部落，佫会晓讲台语。到即摆时代，佫会晓讲一寡华语，我就会感觉讲，即个语言的变迁真趣味，就是看会出来即个，就是你的生活的苦仔，一连为厝内底到外口，佫较外口安尼，对，就是安尼。因为阮最近才为日本佚佗转来，阮伫遐就是全台语嘛。就是我甲阮某甲阮囝哩落来咧传台语，你就发现讲，会听会出来，阮讲台语的拢是台湾人。你当听着讲，边仔嘛有讲华语的台湾人啊，甲讲就是讲真正讲中国语的中国人安尼。阮就是讲，足趣味的迄个状况是安尼。你敢有感觉伫咧日本讲台语，比伫台湾讲台语较自在？对，对，我嘛是安尼感觉。我伫美国讲台语，我台湾讲台语较自在。对，对，因为阮常常去有人问讲，你是超工甲囡仔讲台语吗？对，我咧美国讲台语，就是会去用问讲即件代志。我嘛会感觉讲足碍摇的，就是讲阮就是讲台语啊，来想讲，你们为什么要跟小孩说台语？就是拢会，有啥物要甲囡仔讲台语啊？但是拢会拄着即种问题。对啊，有时阵会感觉讲我嘛毋知要安怎讲啊。你就会使安尼回啊？你为什么要跟小孩说华语？对，我感觉这是另外功课啊。我讲，你中国语讲了足好诶。我感觉台湾也是，因为我高雄人，我感觉高雄甲台南较无即种状况，是真正诶。你甲囡仔讲台湾话较自然，我感觉。对。对，好。好，多谢。咩？咱可能今仔日先到遮吼。我预告一个，咱台语讲办学面的系列，9月迄场是宽台湾人的红线。咱要请一个滚同事啦吼，伫遮办看红线的服务，对，敬请期待安尼。好，真感谢即个景南书院吼，甲咱陪伴即个遮好的节目，咱做拍幕啊，来甲感谢一下吼。多谢。我讲一寡我的感想了，我较来有个后礼拜节目啦吼。我是感觉讲，今日个节目足尔啊重要，咱一寡的对话吼，嘛有讲到即个牵涉到即个台语文运动的困境啦吼。就是讲过去咱足少数的时阵，台语文运动的时阵，拢是按意识形态出发啦，吼。即摆来咱慢慢即个要进入去较大众的时阵吼，
咱接触的人可能爱离开咱的小众啊，咱爱面对咱的生活，咱咧讲爱生活化，就是讲咱即摆一般的生活的中间的时阵，咱爱甲含咱意识形态无共款的人免啊沟通啦，我是讲这是一个运动，台湾运动会使讲进入去一个新的层次，要去考虑到人的这下意识这个问题，所以拄则讲到迄个讲谁啊较有活头族啦，谁啊较平平兄弟都拢合囡仔讲台湾话，谁啊较兄弟之间无法度人讲，一定要用华语这证明讲，王玉德咧讲的伊讲就是讲，这个语言是文化的灵魂，一个民族的灵魂所以今仔日的讨论，咱会当个较深入，就是讲，其实语言就是咱的灵魂啦，咱受迄个下意识，咱使用的语言受下意识甲咱绑咧啦，所以是真不幸，就是讲有时啊，咱会伤急，还是讲咱运动走了伤紧，咱说会去袂记得对方的情景是虾米款，咱要用咱的会当的理解来要求对方的时阵，安尼就会产生一寡冲突，所以讲伫台语口海内面，互相咧相拍，互相咧咧辩论，咧相争，我相信若是会当去理解着讲，有个人会行较紧，有人会行较慢，会当去理解对方的情景的时阵，我想这嘛是。今仔日讲好话中间咱会当来学习啦我来有个咱后礼拜的节目后礼拜节目真精彩啦是一个北美妇女会的一个关怀组的组长伊是一个建筑师是一个画家伊的图已经收入去这个巴黎迄个沙龙的店已经。2遍啦，伊若搁入去1遍的时阵，伊的图就变做永久的，当去收藏伫遐伊后礼拜即个伊要来分享的一个主题，伊就是伊要分享伊100图伊有讲一句话，检测含咱今仔日有共款的意义，伊就是讲use what we have not how much we have 就是讲你。会当用的资源，你咧毋免去 complain， 你有啥物物件，你就开始去用。你会伫咧用的中间，你咧使用的中间，你的才能、你的他人会愈来愈侪啦。当然，这毋是安尼尔，迄讲落去会讲到商业模式，会讲到宗教信仰，会讲到人的一寡基本的即种艺术的创作即种的议题因为伊还搁咧想讲要安怎来讲伊的想法所以伊的广告还未拍出来好，安尼咱后礼拜咱期待来同时间过来参加，搁一遍甲经南师院甲咱今仔讲者零营拍扑一下好，多谢咱后礼拜同时间见面我即马会要甲即个录影关起来我会去等遮几分。